花莲的救灾今仔日进入到第10天，光复火车头一透早，也是来真侪民众要来斗3天。讲即摆网络顶有咧流传，讲志工已经有够啊，讲救援的人力暂时迈入去光复乡，敢有影安尼咧？前进协调所的总协调官桂莲成讲无哦，中央并无发布到相关的消息。 透早光复火车头，人要是可，刷条超人继续救援。目前现场看过去，还阁有100多人，为着要让志工能力好好运用，家户村里长若有需求，会当事先先甲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登记，志工赶到现场，就会引带去布棚等配对，再搁用军车载人去开工。 灾后超过1个礼拜，现场还是涌入不少的铲子超人，一路跟着军方指引，登上军卡要来前进灾区救灾。不过正前就传出志工已经有够啊，救援能力成慢车入去，嘛互真侪过去伫花莲斗3天的志工，伫咧网络铺现场乱糟糟的画面，叫大家唔通相信假消息。 其实不需要志工是在那个车站周边区都已经清完了，可是，在就是比较深入的地方，其实都还没有人。然后也有一些地方是重机械是不能进去的。行政院嘛发出大会报告，中央并无发布志工慢车入去的信息。10月初2，还阁需要足侪志工。感谢各位无私投入，非常时期出现假消息，第一时间中央甲民间斗阵配合，甲花莲斗相天，嘛互人看到台湾上水风景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